欢迎来到海军小百科，大家好，我是婉柔，是今天的教官。说到海军啊，大家一定会想到水兵服。水兵服最大的特色就是有一块蓝色的披肩，在服装设计上称为海军领或水兵领。大家有没有想过这块蓝披肩是做什么用的呢？在海军小百科开播的第一集，教官就要为大家来讲讲蓝披肩的故事。以现在来说啊，披肩只不过是一种装饰，但在古代的海军是大有用处了呢。据说最早出现的水兵领大约是在西元1830年左右，当时的水兵领是圆形而不是方形。后来啊，为了方便让水兵们自己剪自己缝，渐渐的就变成了现在的方形披肩咯。关于蓝披肩的用途有几种不同的说法，一个呢是在帆船时代，水兵的工作大都是在甲板上，但是以前没有广播系统，庞大的军舰指挥相当困难，帆船大都是顺风航行，指挥者在船尾，风可以协助指挥者传播命令，而逆风前进时，水手根本就听不到命令，尤其是在工作时，也无法将手放在耳旁遮着风去听话。于是呢，就发明了这种披肩。在逆风时，披肩可以被吹起，刚好遮着头部。这时啊，纵然是逆风，也可以听见指挥者的命令。另一种说法也相当有道理哦。据说古代海军的水兵都留着很长的头发，长期在海上航行时，船上的担水有限，连喝的水都不够了，怎么还会拿去洗头呢？在这种环境下，每一个水兵的头发自然是又粗又脏。若穿上新衣啊，背后一定会被头发弄脏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只好在上衣的后背放置一块蓝布，这块蓝布便是今日水兵服上的蓝披肩咯。大家还有听过更多关于蓝披肩的典故吗？欢迎留言和教官一起讨论吧。想知道更多海军典故与文化吗？记得在中华民国海军粉丝页按赞，并设定为抢先看，才能收到通知哦。海军小百科，我们下次见。收工，清洁甲板。